非同凡響，前奏4個八，第一段6個八，跳2個方向，有一個 restart， 一個間奏。個 restart 咧就係喺6點第2面跳翻嚟12點，就係跳5個八之後 restart。間奏5個八咧，我哋係第3次翻嚟12點做間奏。好，而家報道講解講咗間奏5個八，我哋開右腳踏一步，右手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踏左腳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右腳打橫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呢度咧落4拍之後1、2、3、4，然後佢噏單5、6、7、8。好，另一個八咧就係慢慢收4拍，1、2、3、4都係噏單嘅，然後開右腳5、6、7、8，呢個就係間奏。好，報道講解。第一個八，我哋開右腳，我哋行2步嗰時咧點收咧？一個係10點半，一個係點半。行2步點收拎777 wing 轉前。第二個八777，踏踭踏點後踏點。第三個八一踏一掃，踏，跟住 wing 轉777，搖擺前一踏雙足轉。第四個八 wing 轉777，好，第6個八 wing 轉前777，做4個1、2、3、4，完咗，嗱你盡量向上托4下，跟住喺6點就重做。好啦，喺6點做完之後，呢4個1、2、3、4嘅 ending 咧，轉身，重心喺右腳上，然後落翻嚟就係 ending。